镜头转来咱国内，伫新北市万里国中顶日办教师的争取，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伊知影讲伊考无调了后，竟然是打电话给校长，讲要伫咧学校的门口口放炸弹。过两天，警方随抓到人，而且嘛已经甲伊移送法办。平静的校园生活竟然传讲有人抢劫，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最近参加新北市万里国中的公民科代课老师竞选。 因为无被老师竟然打电话恐吓学校，讲要伫咧学校门口放炸弹，校长决定报警处理。他打了第4通电话，他又打来，他就跟我说，他第4通他跟我说，我忘了告诉你，我再补充一句话，就是说我在你们校门口放炸弹，你回去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老师太可恶了，就算你再生气、再不理性，都不能去讲这种话这样子。 警方顺线所追查，发现是一位40岁姓李的查甫人，这是伫咧伊台北市西门町大所在抓到人。伊讲是心情无好才会抢劫，毋是真正要放炸弹。不过安尼做已经犯法，警方依照抢劫公众罪，甲伊移送贵人地检署侦办。 一名40岁李姓男子得知未获聘任，13日打电话给校长，扬言要炸掉学校。我们接获报案后不敢大意，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迅速循线弃案。本来是要做老师，却造成校园的惊吓。姓李的查甫人经过检察官核实了，有领3万块交保，不过因为伊无钱拿保证金，所以检察官改变限制大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